免么使，前面要客栈，咱客栈迄边话很，因为咧，到阵咱客栈迄边话，我到总部台交柜姐查托尼，我到总部台交柜姐交柜姐。柜姐恰托尼，我妹是叶跟教练咯，我妹写叶跟教练咯。我到总部台就柜姐恰托尼托妹写叶跟教练咯。我到总部台做仆人，就柜姐跪下，恰托你托他，托妹写叶体恤我，写叶跟教练咯，我会缴的，我会还的。我到总部台就柜姐恰托你托妹写叶跟教练咯。要出脚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